今日2025台北国际动漫节伫咧南港展览馆嘛正式起过啊！一透早就真侪民众唔惊寒排队等要入场。日本的出名作品包括《美少女战士》《火影忍者》等作品，这关贵书本人拢亲身来到现场。 2025年台北国际动漫节设立伫南港展览馆1馆老街展开，100间厂商800个单位共同参与。透早人势馆外几多人，唔惊低温，天都还未光，就抢排入场。我12点搭捷运过来，1点到。这么早来的原因是为了早点进来，不然有可能会进不来。你今天 cos 的是什么？那个崩华新雄铁道的人都来观光。 动漫迷伫场内一直走，今日卖商品福袋拢卖完，动漫周边商品柜台拢扫去，唔惊现金早无够，都惊买无。日本正红的作品《名侦探柯南》《美少女战士》，也有《火影忍者》这作品的原画师加作画的监制小潘光春老师嘛伫现场出現。私は日本で現役のアニメーターをやっています。で、そんな日本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のキャラクターの描き方を今日1日の中でね3回レクチャーします。 因为网络时代电玩电影这个娱乐产业发展，日本动漫大量输往台湾，台湾本土的红仔册煞渐渐败弃。有出版商为了推广咱台湾本土的红仔册，就网络研究人才到出版，和台湾作家的作品会当上国际舞台。我们之前还有一部叫做那个《海伦娜与大野狼》，然后它也是那个本土作家就是画的漫画，然后热销到法国，我们还推出了个法国版的。它这个的话也有得过不少的奖项。 动漫节拢总5天，预测参观的人会达到48万人，创造差不多2.5亿的商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